東區青涵學堂獎助學經涵蓋東區這所學校，包含後甲國中、復興國中、莊明國中、忠孝國中、勝利國小、博愛國小、大同國小、東光國小、德國國小、復興國小、忠孝國小、莊明國小、耀文國小，甲中西區正校國小等學校。符合加收標準學生，高中生學期成績達到85分以上，會當得到1000塊的獎助學金；90分以上則是1500塊。國小學期成績達到90分以上，會當得到1000塊的獎助學金。因為新的年度也即將開始，我們就是每一個學年度會有上學期跟下學期的一個獎助學金，一樣吼還是沒有變，我們就是針對我們的這個清寒的小朋友。在我們東區的國中、國小，我們有針對小朋友的部分哦，一樣是90分以上的有1500塊的獎助學金。那另外呢，85分以上的也有1000塊的獎助學金哦。除了獎學金，另外針對所有學生，不論成績如何，都會當申請孝悌獎，鼓勵品行優良的學生。針對小朋友，我們不只是鼓勵他們要會讀書，那我們更希望說在品性，在跟學校、跟同學之間的互動上，他有他自己這個努力的地方，我們也可以給予獎勵啦哈。所以呢，也非常感謝協會特別提供了孝悌獎的部分哦，可以給我們的學生跟我們的老師來做一個獎勵學生的機會。那針對國小的部分呢，我們是90分以上哈，也有1000塊的獎助學金，一樣也有孝悌獎的部分哈來提供。東區青涵學堂獎助學金活動舉辦已經邁入第5冬，教育局特別感謝議員蔡小薇、康恩金愛心協會以及中華九子慈善會善心付出。孩子拿到這個獎學金，它是一個光榮，那也是一份這個未來的這個努力的動力，所以一定要讓他們知道，有一天他們有機會來協助別人的時候，也一樣把這個力量再傳承下去。蔡小薇表示，透過甲民間團體合作，不只在品德甲學業上為囡仔提供輔導，更希望借由這個獎助學金計劃，激勵弱勢學子勇敢追夢，同時也拋磚引玉，呼籲社會各界積極伸出援手，做伙打造充滿關懷甲支持的教育環境。台灣新聞張偉忠採訪報道。